欢迎老人搁再到对来收听，变来福建的节目。一个礼拜，我袂讲几个事。哎呦，死袂记超我的那个那安尼啊，我会了我这礼拜台北嘉宾的是这老肖这点可能这点这点噶，你对哪呀，卢？讲对啊。你不是去坐船呐？哦，对来啦，你这个股。这个是姑姑。我係佬。你阿家坐水咧，係家坐波嘛是sao？我解。แล้วก็เราเจ้าไปใส่กอง Hello。แล้วก็เราเจ้าสิสีบักกาว大家好，是巴高的是。แล้วก็ตัวออติตูฮันเองออติตู Hello，大家好。ออติตูแล้วก็กึดบ่ไม่ใช่กึดปะกะวะPutu mai Putu mai我咧借機會冇講錯。我只正日做事，出咗咁咁噃。แล้วก็哎呀死啦เนี่ยก็จังกว่าช่วยลอง講啦ลองหน่อยดิ個嗶ภูกีพองพาแล้วก็อบิว哇แล้วก็จังก็ตัวแล้วเท้าตัวมอกอกูสิบก講嘛嗰一句來一句個ภูกีจุนบ่ปะปะจุน不是准咯。ปะปะจุน呀我只係睇到不見到准。並不是咱叫這電教咱講按照ภูกีจุน咁我係曉啊。บ่ปะจุน定得未啊咩未曉啦。我係單純嘅人，我係 innocent。單純個介紹了未嚇？我未看到你 list four more people in the chat。安怎看？哦，呢，該看到你 list。多麼個 OK，別使講 OK，我要介紹個了嚇。我不當然冇要我個線。OK，這個禮拜呢？等陣我冚 ，Oh my god，我未 guess。嚟講咪幾個數個這禮拜。我同你講，我幫佢去吉對人啊嘛。你有拄到啊？好吉陣是冇拄到啊，特別我去喺學校嗬，一時真係暗咗滯。你冇見我搞學校嘅時候，有超情嗰度驚咁死咗咗。嗰時成莫得學校就莫得啊，看咯。然後我就去check in，然後我表住2樓，然後住8樓。然後我8樓第一關嘅，水啊，我表個水嘛，808，是唔是 number 就水嘅？OK，我咪去哦，喺2樓開就表出去了，然後咪去8樓，因為開來時候，一個人畫位冇開嘅勢哦。喲，喺1樓啊？真正暗，嚇！我畫位真正暗，因為10幾個房間嗬，下邊冇成3下可以開了咧。哦。你我嘅房間對面咧，好似宣布誒。哦。你冇見咯，你咪行嗬。嗰度落嚟就叫嘅時候，後面喺行去下邊時，一邊啊對面我嘅房間是壁啊嘛，
你要厝下咧豆啊，大啦，厝櫃托下開始水，全部嘅水流出來咗。你厝個櫃托下，我夠驚落嚟，你冇見到，唔係一房間哦，你一房間講係房間只久無人住，是超裝嘅味嘅。哇！我只其實落嚟俾食氣了，我跟你講。是搞個呢房間，佢就估無人大漢了，咪就去哦，第二就去哦。然後這面窗然後來你講話電話單，係學到電話單，然後咪入去嚟聽哦。因為 reception 全部話 OK 哦，你房間。然後出前講未愛換房間，然後佢咪換咯，換去4樓。換去4樓冇見咯，夜隔因為是去4樓嘅時候。4話冇好。4樓佢冇見咯，佢是個人係一間。耶！哇，夠嘅呢啊！你冇見咯，你我是只拍喺房間個 OK 哦，伊無係一種味，就個呢味係種就久無人住嘅。你冇 OK 哦，然後我叫我物件咁好時，我攞起嚟拄我朋友，我就問我朋友，大媽喺你學得人有 call 都未你房間哦？我冇啊，我喊水緊，學得人 call 未話房間 OK 啊冇 OK。在路啦！你是喺房間應該是有問題，後來所以一句 call。Is your room okay or not? Can you stay in the room 啊？我在，maybe 是每路係 B 嘅數啦。嚇？因每路是因為 B 嘅數。我冇咁搞掉咯，係隻 floor 上次冇人係裝咯。你唔知其實冇拜拜啫。我靠每個鏡嗰啲林要多你就你我老講。肯定，咁呢個就冇多到幾啊？喲，拄着幾架好嘛？拄着幾架好，了個幾告訴舊人講。然後拄着係幾個面大朋友就講。冇拄着咪大，但係落起來係往聽嘛。超情話小魚，喺呢度白樓小魚啊！個講咩讀學掉啊？別讀啊！你我朋友住第2樓嘅嗬，冇拄着幾。我朋友住第2樓冇拄着幾，拄着夾作嘅咧，佢房間。佢房間是夠垃圾咩？喺學校點樣做？我咁樣拄着幾咪？你夾作是只係 baby 夾作，還是只係貴你房間㗎了啊？數呢？夠嘅了。是 baby 嘅夾作啊，冇想整嘅。唔知啦，係只我夠嘅了，可能冇錢啊，老講。係咪大漢個？kindergarten 呢？晒啦 kindergarten 夾咗啊？到底唔是善堂啊？善堂買善堂都 OK。冇啦，我善堂我看到我今日看到幾本。我善堂我未。冇用，冇辦法。夾咗我冇驚，我驚善堂。แล้วโอเคถ้ามันไม่ขวาจะว่าไปเที่ยวเลยจุยกุ้ยก็สิแต่มาสิต่อ我講係咪？จุย別使講係啊別使講OK，我查你啦，就我講一個是隻 happen 咗啊，十個是人嚟㗎。你是我3個鐘嘛是伊去大迄個福建話我表叫 hospice 啊，叫咩啊？叫咩？大咩？流浪性 hospice。hospice。OK，就被死了，你一想過咧，後尾記啊，冇咩迄個破病人。破病人因為 hospice 有面試過路啊嘛，所以 actually 是伊是老啊啦，伊是幾歲啊啦。And then 我個伊有一個囝啦嘛，所以伊早時我嘅3個鐘咧是無破病，伊是拔到了伊迄個膝啦，然之後你卡喙骨嚟嗬，拔到骨咗嗬，切去，所以老公講第醫了嘅是食平氣了呢，所以講伊老啊嘛。So and then 我嘅3個咧是老毛了嘅，伊是大門車啦。And then 伊兼嘛是伊兼because 到伊爸未過伊媽嘛，所以伊爸坎坷行路嘛，所以嘛是大 hospice 咯，係大咯，大了咧，當我係一大差唔多愛到10年啦，無到10年啦，所以大變大咯，所以伊
大部分咧全部都大字傳伊個嘛，去拄伊個爸咯，就學死住啦。特別咧，伊嘛本是大面上嘛，無人講嘛，做工是無人講，所以佢我係講本入去內面咯。係啊，都即係講個白我係講上白我係三個鐘啦。伊咧係是常常伊驚常常來傳伊看伊爸啦，伊爸甚至會講，唉。昨暝吼，隔壁誒房間迄個廠伯吼，早來找我講話3、4點啊，2、3點開十幾間就來吵我講話，伊嘛是未困啊，艱苦困。你知影啦，也毋是老人家啊嘛，也是看病啊，看病就咪伊身軀疼了，艱苦困，甚至暗暝伊是行過來房，我誒3號張房間講話，所以伊嘛是行過來哦。過來啊，所以伊個嘛是聽滴啦，然後一直到是伊個爸講，昨暝哦，迄個隔壁廠伯吼無過來甲我講話，伊講我困甲好勢無，伊無來亂我啦，所以伊個嘛是想講，有人來找到陪伊個爸講話嘛，and this 是歹嘛 ，because Malaysia 嘅 hospital。查甫和查某無參嘅，知無？查甫是查甫邊，查某是查某邊嘅。所以伊嘛是講好去頭前嘅講到伊是去問話面試就是廠伯咯，咋？所以伊行嘅面試頭前嘅，伊 at first 伊是 before 嘅面試嘅，伊行是 left hand side 嘅房間 ，left hand side 房間咧是有人住嘅 ，right hand side 是無人住了嘅。所以伊嘛是叫 left hand side，left hand side 無大房間位哦，所以嘛是去頭面試問哦。伊個我爸講吼，有一個阿哥吼，到來看我個爸講話吼，你會使甲我講，迄個 left hand side 我爸房間吼名啥物名無咋？其實I just 甲講 thank you 爾啦，陪爸。所以伊講你爸只是叫，唔是講啊，你爸只是叫，如果實際老人本嘛。即叫，所以我嘛我誒cousin brother嘛講咯，伊是一爸咯，left hand side 迄是，所以伊講聽未講啦 ，for example 啦講Mr. Lee 啦，Mr. Lee 咯，唔是廠伯啊，所以唔要緊咯。但after that，伊講right hand side 是無人做是毋是？伊講嚇無人做誒，就是嚇你阿伯吼名廠伯誒喎，但係你。阿你面試講，你講住住啊，廠伯，伊講廠伯是負責是嗰禮拜房間邊嘅，對，3年前死了咯，3年前死了咯，3年前死，等於是嗰一巴來是死了啊，伊個唔是講伊大條是用做一個大櫃，伊是毋捌拄過，伊是講伊是伊是來吹的款呢。死了before 伊3個鐘入去。before 3個鐘admit入去，伊死就3年了，所以3年前死了，所以我嘅cousin brother 無相信幾日嘛，樣是做禮拜嘅嘛，樣幾日做禮拜人啊嘛，所以伊嘛無相信垃圾物件，所以講嘛是我爸只開始聽起了 hallucinate 啊，但係嗬，伊講 hallucinate，嗬，什麼事伊會講佢出人去著人嘅名咧，伊無拄過啊，所以我甲我 sister 講嘛是垃圾物件來找伊啊 ，because maybe 伊用。在迄個 hospice 啊，被出去啊，所以用是當 routine life 啦，身軀疼啊，佢在走去隔壁房間講話，所以伊無甲伊爸講啦，如果伊無相信鬼嘛，所以伊爸去 continue 看鬼咯，代志。你如果講伊講伊一無來是一暝嘅嚇，無來接咗鬼啊，佢直直來。你一暝嘢無來，伊去走去外口門咧，看個是廠伯，伊會使伊個就係講，你咁聽下，你來就是就暝甲我爸講話，無我爸先死。明白，以後記了。特別伊個無敗害啦，伊無啥無做，伊是講伊是到下邊大，可能伊未啥未離開嘅呢。because today 我估甲迄個毛毛菇講吼。
人講有時你上 hospital 啊，嗰時佢哋 hospice 位啊，有上 jail 啊，佢哋就一樣嘅，就是人出來人無接佢哋死嘅人走 properly 嗬，一直哦，拍咗一直掉到那佢邊位，到啲 hospice。啊，tapi 伊我佢都無教，伊爸講啊，我人家講都唔通講啊，哦，我嘅蝦掉伊啊，是叫啲。因為佢直接嚟對咧，哦，所以就點啦，冇計講。啊，即係就是啊，頭先就是講有幾個事講嘅是一句啊嚇，俊爸爸俊你講有幾個事會講嘛？成交冇啊，我冇講啊，唔啊，是咩？裝講啊，冇講有幾個事講。啊，不都買有我嚟咩？聽呢。冇冇人講，冇人講佢嚟 join。我有我講啊，嚟聽，我就頭估唔來啊嘛，嚟劇做劇笑。劇笑我頭晚有講啦，我有傳你幾個事講啊，嚇，攏出嚟人笑下聲，笑下聲嚇。有你接去講，你會第二個。誒，冇去啊！錄話啊，哈哈哈！你講第二個冇人笑掉過。第二個咧是特別啦，是其他我嘅細學嘅朋友啦，佢哋是成識得啦，伊講是咩是伊嘅小弟嗬，complain 講卡夾帶，伊小弟就彈啦阿妹，考，你 imagine 你大邊啊你。double bed 人困哦，卡架底你就搖就搖，咁就所以伊嘛是，伊只是我朋友啊，伊嘛是個少看者小弟，哎呦，咪說安尼亂呢，頭手弟弟叮當叮當啊，係啦，但就開啊看小弟咧，哎呀，佢在困到啫，發伊小弟叫佢困啊，啊，對你小弟掂嘛嘅啫，啊對無久佢在搖者，啊對你。呢度，佢哋起航啊！夜大行嘅小弟，咁咪困，就只開一隻啊！就冇乜，一把只開一隻，一把只針就一啲卡嚟，一隻開隻卡嚟，嘢小弟卡。我再入嚟。卡的一卡。一小弟卡。啊，啲人熟會啊，一熟會啊，開隻。咦，開隻神裝誒？都有啊。哦，都有啦。咁伊厝堂啊，有開堂啊嘛，有迄個叫咩啊？迄個月鳥誒，叮淡薄來落來啊，就咧看到垃圾一隻垃圾物件，幾件。你看到一個啲也是淨係走去啊？一看到嗰邊一大啲大就是一小隻咧，卡塌咧，一隻擺啊，睇呐。然後。伊驚啊！伊毋敢出聲，伊困咧困咗，用硬困了。你無看到無走掉啊！伊個規件一頭大隻下邊啊！伊無插管啊！伊毋敢叫伊小弟車本，驚甲毋敢叫小弟車。你尤其是講點樣最好小弟打好佢只上尖啲大㗎。伊無甲小弟講，所以伊after that 伊個 next day 伊開始請時咧，伊個媽就係講，就咩小弟有叫你請無？伊嘛講，即係講，係咪水？小弟唔是去學堂啊咩？即係講無去學堂了，但係咧，伊是特別早時開始伊嘛，佢是當做一啲做嚟 prepare breakfast，prepare 帶伊小弟去學堂啊。伊講 before 伊個小弟請時咧，看到垃圾，迄幾隻破伊個小弟跌落來流出。所以伊嘛每是媒人啦，如果像水厝的嘛，所以伊嘛做只嘅咧夾頭毛啦、車衫、遐物件、車機，遐物件，所以伊用水厝無類嘛，所以要媒迄個厝主講，歹勢啊，可能是古早厝主有飼幾件無請走啊。無請走啊，所以人講伊啲家伙無主人啊，伊無回家啊，伊打落去卡。
嗯。可能说我是讲，伊讲伊找迄个做法术人来做伊厝。你请走回来伊个嗯，这个袂这都唔知啦，我只是讲，伊是叫伊讲伊嘛是有人叫人来做伊厝，请走啊，个是安怎啦？如果人规家爱人饲的嘛，如果你做伊活啊，你来饲的嘛。佢自己個講先。一個幾告訴講，嚇，我有一個，嚇489，這是我讀伊個幾個數冊讀到的。你睇咩幾個數冊？你就是講看幾個數冊嚇，係咪？大概是讀，你在through Singapore Ghost 讀無？唔知。是新加坡人講包嘅幾個數個了是，所以伊是安尼款，古早嘅時有一個查某啊，我咪是伊等巴士，伊等真啊久了無巴士，then finally 有一個巴士來，特別伊是慢慢換來伊個bus stop 安怎講啊？bus stop 咯。bus stop 啊。車站是 bus station 啫。哦，bus stop，車站即係講 bus stop 啊，阿冇啊。bus stop。車站對，車站是 bus station 啊。車站啊。車站。車站啊。OK， 所以有伊等真啊久，等總 finally 有一個 bus 慢慢來換去伊個車站咯。then 伊就害咱安怎伊個 bus 無停嘅，伊 continue 換起來。then 特別是真啊慢過來伊個車站咯。伊就行入去伊個 bus， 伊看頭前，因為你知古早個 bus 是有一個 driver 甲一個 conductor 互伊個票啊，是毋是？好單。好大。單。OK。互伊個單，所以伊就去個 bus， then 伊看無人嘅哦，無 driver 甲無 conductor 嘅。then 特別伊個 bus 本是continue 慢慢換去頭前無停嘅。then 伊個查某本 start 就驚了咯。一個 MRT 啊？唔是 bus 嚟，是 bus 嚟。伊個 bus 無 driver 甲無 conductor， 所以伊就伊聽伊個 bus 後尾有上個人講話，伊就去伊個後尾個時看伊個啥物啊？伊個 window， 伊看到伊個 driver 甲 conductor push 到伊個 bus。殺掉伊個 bus。bus 牌嘛。bus 牌啦，所你捌聽過啊？佇倒？這是我捌聽過這個事啊，我唔知從邊聽，是從 somewhere else， 所以我捌聽過嘅。所以安尼款呀。嗰就是人幾個數個。那久啊，無人講幾個數。我講是上你啦咪。講。OK， 你是我聽 YouTube 啊？你是告訴這個查某咧，伊是做 forensic science 啦人啦。forensic scientist 啊。伊是大邊是咧，伊個伊是 considered 真正等陣。是咧未成交嚟講。
sorry。伊是 consider 一个菜鸟啊，伊是 forensic scientist 所以伊是一个真正的 forensic scientist 啦。伊讲有一日吼，有一帮囡仔啦，从海边行，了吼，咱看到一坨，像你叫咩猪肉啊嗨，大海边边有所以囡仔嘛是讲，看，哎呀，这是好神啊，这好神啊，他肥肉个了，哈嘛，讲哎呀，囡仔讲哎呀，这主人安尼看呢哈，只说定猪肉大海边的咋，咱佫一个囡仔咧吼，伊就加好奇啦，加爱试物件啦，加叫伊试啦，看者，这里有一支卡吼，大边吼一坨猪肉个了平的，知无？伊肉条的，知无？安尼有一支卡，安尼迄个肉一坨完就肉啊，是人的卡。所这是靠迄个查某 forensic 来啦，所以让女仔啦，等于是人互人拍死的咯。所以伊嘛是让叫马达个了，所以这叫 forensic scientist 迄查某讲啦，伊嘛赶来参伊的生意来咯，特别来时咧吼，伊嘛是去迄个 area 啦，去迄个 area 咧吼。伊就赶来才晚了啦，差不多10点几11点了，伊讲，才赶来，冲，所以迄袂着咧位，如果是在海边嘛，伊讲到底疫情，伊讲到底倒出咯，我唔知啊，就晃落啊，如果热啊嘛，都一看到规杯，迄边淡薄有一个杯一泡，淡薄杯的，是遐边啊，换到啪落去迄个海边落去，停在边啊，刚停在边啊时。迄个一坨肉而伊车停到咧一坨肉边仔所以嘛是出来啊，啊说咧嘛切看，伊这里咧伊讲咧，迄个伊人咧是互人家残忍拍死的啦，伊是from sideway 啊，影啊一半，一头顶。站落来，床头，到底鼻孔落架起。唔是鼻孔，唔是头顶，鼻孔边啊，你耳啊喂，你一半你耳啊，你sideway入边耳啊，这边嘅位伊个所以面頭整甲面後尾變咗 split 咗落對去。特別咧嗬，伊是3個3擺夾有嘅，夾所以骹有，骹規個有。特別咧，佢較殘忍是講咧，伊肉吼伊樣烏個了起來啊，伊骨咧個了無誒，伊剩迄個皮呢，伊皮 flesh 呢。所這是正講住嘅啫無？台灣的。所以 after that 伊樣是即個在殘忍啦，所以 after that 咧，伊咪切咁物件咯。所以 that time 時咧，迄個查某咧，迄個。講個屬於個伊是 forensic scientist 個，講 forensic scientist junior 啦，伊個咧伊無小心擸咗迄個死人嘅卡。所以切個了咧，又咪愛走了，嘛是汽車咯，伊前因為伊個前面嘅車馬路上面呢，未剎了嘅車，袂車袂剎袂行，特別會轉，你知你剎車你剎輕點，你轉啊，會行。所以伊就想着講，死咯，他媽我剎掉迄個死人嘅卡，如果伊拍誒車大邊啊，你死人白呢啫。如果樣是 forensic scientist 嘛，所以伊咪講，伊就講，拜託你啦，你咪隨我咪亂我人啦，我來查迄個 case 啦，找你出來人啦，我是來助人你咪來惹我，咪來笑我，因為未幫助到你嘅，因為我是來幫助你，找你出來人，通知你出來人。你講了呢咧，一車就行了。一start before 伊 start 時咧，有一個阿伯吉婆來，大邊
特别伊讲，唉，你人后生囝唔知事啊，你来车停在边啊，迄个四人目的边啊位啊，伊讲无啊，迄个马达车都停边啊，迄个四人目啊，伊讲无呀，马达车有迄个 safety 是 independent 迄个power 啊。because it's 馬達車啊嘛。喊啊，因為你叫咩啊？你馬達嘅你 emblem 啊，你authority 啦。要喊嘅。伊個馬達伊然有伊零啊。對，零對，所以伊講要馬達車無啥，你即個看普通車咧，你是 forensic scientist 啦，你看普通車咧，會使錄。來個安尼見個四人吧誒，所以講後尾又走咯，無十講就見到走轉厝啊，安尼又發生嘢咯。一逐個暝咧吼，一困時咧吼，過暝3更時咧會聽到伊後尾厝就是迄個Aborigine 人啊，迄個點樣？台灣嘅迄個。像阿里山的迄人啦，對啦，甚至是伊講是迄個 Aborigine 人大誒，所以吼，聽大家到暗暝時吼，伊困一半有人聽到人開火啊，安尼行起來像開party啊，家人講我真亂對吧？所以逐個暝攆個未攆啊，未打閒咧就，第4暝是未打閒咧，伊就講到說，伊說喂，點淡薄？第3個講。但係火佢開了，後尾厝嘅火佢開了嘅。所以就見啦，你冇講，都自己啊，伊咪去迄個馬達了去看迄個 update 看迄個厝內人，迄個四人嘅厝內人有，唔止建築，伊 update 迄個厝內人通知厝內人，四人都唔記些我是 update 我的厝內人啦，通知厝內人去馬達了 check 看伊 case 啦。所以嘛去咗去看面咯，因為看到一個馬達加一個安迪快老嘅，幾淡薄呢款呢，伊家講話講，伊講啊嘛是迄厝內人啊啦，所以伊嘛是啥啊好心人，無通佢講話，伊講我面背女人即你囝死啊物件，把我人盡量查。即個物件，你莫相信，人死啊未活了，迄物件啦，伊just安慰伊啦。所以，但是你馬達行實錢啊，when伊安慰伊時候，伊 basically 伊console伊啦。所以，伊講，但伊咧伊就就看起來就係講，我知啊，阿良昨暝已經甲我講了，報夢互我知啊。阿良是迄個死嘅人呀。伊報夢佢知。報夢係在嗰個 forensic scientist will come and look for the 厝內人。and then after that 咧是呢度一陣就發生咁嘅奇奇怪怪人就喺厝咯。所以伊嘛解嘛講，呀媽媽，迄次吼我唔知解同你講嘛，因為我迄次厝 case 吼一個 case 吼，伊無解嘛講伊立掉迄個四人目啊。意思講我有稱迄個鞋去，結果伊嘛是頭一個就上咗後啲伊嘛是立咗物件，伊講應該快掂啦，你鞋咪前邊來除了啦，你先拖咗來立咗你嗱咁嘅血啊，你四人嘅血吼，拖咗來靈魂就無，咁你快掂啦，都伊嘛，講解講，講。你隔壁厝內，人阿尾厝內人咧民主民，叫民主民，咧orang asli人啊，咧阿尾厝人固地咩，安尼亂搭搭咩，知無？所以講我無甲你講咩，3幾日、3四幾日已經搬了嘛，無人住邊了誒，都垃圾物件咯。所以伊嘛是頭一個 after that 咧，伊就驚咯，伊個嘛就開開甲轉伊個厝，and then tìm下個and then 做下個法術咯，做伊厝咯。就是講，你看在上面 YouTube， 你看 YouTube， 啊，在 YouTube， 我 somebody share 大隻嘛 Facebook。大人啲本嚟福建 listener 嘅 group 嚟哦。伊咯，伊寫啦。
one of it is play 故事咯。哦，哈，我聽到，我聽到。我去我睇時我覺得 outstation 嘛，我去 East Coast 嘅時我到到介一人，你聽緊緊你了，所講咩啊？應該是正故事嚟。我無點聲看啊，特擺我看你免看一隻片呢，一隻片呢，佢是講 real story，real story 即係你會是明星嚟，會是 dancer 啊，樣講樣嘅 life experience 嘅幾故事。加 latest 嘅，加 latest 嘅。Putu Mayam。講。我要聽你嘅幾個數件。無了咧。有啦，你呢濟。你別記笑下。暫時無咧，無笑。頂當咪是講無，還是佢講你學幾 Q 啊？係咪物件？講得出來。Hello，嗱，呢啲俾人講嘅啦。嚇？我知伊有。俾人講嘅啦。伊有誒。我嘛是俾逼你講咯喎。我無喎，我都無看過鬼。Kansas 冇嘅咩？我未，我只 on 嘅時候我冇看過鬼。我暫時冇咧，阿 John，因為是一個。你有鬼？哦，有冇 solo 啊？ Course， 我是鬼 on 嘅。有咩出來看到你啊？算下。切鬼啊，當 game。會啦。鬼節啦，會啦。呢個呢個一禮拜嘅可能。呀，你人啊？切鬼啊，當 game。會啦。哦，把它帶一磅去啊！對。喲。個失敗的亂，安尼這年啊，我跌到安尼這年啊，安尼這年都未記哩。等我看，所幾節2、3、4，即當今是7月幾啊？19號。哎呀，這我這無等人嘅，嚟自頭嘅 iPad。Special，I'm not sure係 special。阿 John 你 side face 你 side view 該出邊嘅？嚇？咩 side view？不會啊。得啦，不會啊。啊，好。我講幾個咪，講幾個咪。講。佢一個是，我不是看你 YouTube 啦，伊講咧，一條one of them 咧，伊家伊嘛白白線啦，伊是睡一個kampung area 嘅厝啦，所以伊厝是 rented house 啦，都食舊本嘅啦，所以講伊有一日是伊轉來放工，是 because 伊是做拍戲嘅嘛，所以sometimes伊住伊是 because 伊住kampung area，所以伊食少轉來，自己轉來，你看無特別咩轉來，sometimes 是個好幾日啊，weekend 轉來嚇啦，所以自己是一暝轉來是咧，一路聽到唔少人上個人食咯嚇。卡波。啊，叫大聲卡波嚇啦，所以後頭咧，伊有幾日到聽到嚇聲真亂咯，人啊，到時伊落去。伊有一暝是就好奇咯，伊就奇怪啦，伊愛白看講蝦米樹咯，所以聽吼，伊個聲是 from kitchen 來的，所以聽到。你咩人去篤機吧？去篤白針機。啊，所以卡步聲啦，所以後頭咧，伊就聽是個 kitchen 嚟咯，是個 kitchen 時伊看到一個阿媽。半身啊！咦，無卡，你看到伊驚，這裡咧，你看到阿媽咧是剁掉雞吧？好啦，有一條啊，剁雞吧條，你聲咁樣做聲就想剁雞吧嘛？啊，哦，伊阿媽轉過來看，係咪？對啊，係啊，係講啊。驚咧，我走去佢媽房間解嘛講，媽，這真係有一個阿媽剁掉嘅吧？誒，唔係講，我知，講咪知，所以一困，媽仔嘅講，所以媽仔出去，媽仔講，我知了誒，
啲咱厝內是家老古早咧是咧有一個老阿姨咧，阿媽老阿媽無出來無人管嘅，哦，有人講一隻狗，一飼一隻狗嘅，一飼一隻狗來陪伊啦，但是咧一死時咧無人知，咁吼伊隻狗吼 ，sorry 啊，伊隻狗吼，另外一飼嘅狗一死啦，無人知嘛。所以伊死人吼，伊狗伊一半身吼，伊身軀吼，互狗食，伊只狗食。耶，哦，這一半無魚嘅地。所以咧，伊是成個東氣候加蝦米出外口嘅狗咪野狗個了，迄阿媽前幾天來吼，拍死迄只狗，一剁迄個唔是一個地來剁狗來。哦。係啦。這電腦面你好我看咩，得嗎？聽無？這電。speaker。這電腦 mute 掉。哦，等陣，嗱。因為我看小音啊。我看你下巴。你剛剛你看一笑我來看你嘅啫。來看你不多啫，來。看到我來啦。來看你不多啫。喂，唔是我做到嘅，超晴做到嘅唔是我。超晴來看你不多啫。我倒落水啊！來看邊哦。看邊哦。我係6 in 1嘅。看得係，你看下陣嘅睇下頭起來，你看啲黐落嚟，你快波士。講我下巴胖啊！我一來咪是胖嘅。學期啊！這是狗隻數。你唔是叫呢個氹隻？你講你冇地好看到鬼啊！啷不到看到鬼是個通講。冇看到啦，我冇鬼啊！我希望啷不到這陣嘅時看到鬼咯。我記不記得冇這陣？這咩陣？這飛機啦！你講這陣驚？你講你驚水？我係是去唱去伊個 Island Hopping。Island Hopping 你是驚咩？驚水啊！冇驚 sunlight，sorry。哦，對，sunlight 對。哦，拍住你人咧。你隻白咯？我鬼冇拍住你。你咪隻白啊？嚇？你咪隻白？我隻白啊！比你個白喎。哦，我隻白咩？還好咯。這個鬼個係咧，大木哥，大木哥做嘢啊？幫冇人講鬼故事，我冇鬼啦。誒鬼節咪做鬼故事啊？skip 字冇鬼看啦。 skip 字鬼節。但鬼節你講喺度聊你鬼故事。講10幾年啊嘛，個聊又見啦。有事啊！我哋愛人看到鬼呢。然後我一件咯。無我是愛聽鬼故事呢，唔是人看到鬼唔要緊，我愛聽人講鬼故事。你看 YouTube 咧，有一個香港嘅，直直講鬼故事嘅。係你鬼談啊？冇，唔知，伊是一個 YouTuber 直直講別人 send 鬼 story 可以直讀出來嘅呢。哦。甚至成日做啦。我個唔是讀出來。因為Cantonese 個冇好啊，所以我未 translate 學浪啊。你個你聽幾多句呢？有年啊。agak saya lah. Why Mandarin masih bohong ke hotel di Taiwan kui ko tu. Mandarin okay lah, Cantonese totally gone. 未曉？有咩？我未曉聽 Cantonese。聽。哎呦 ！Hello， mute 啦。又見這是我講台灣冇看到鬼哦。四百九未看到啦，直接淨看到。冇機會，愛看但係冇機會。你冇？我那股冇看是鬼呢，是看到鬼呢。但只看到呀。阿咗都冇鬼。哦，我想你後尾時間，但只看到。
但是你咪害我死啊！咯，我冇咧等這個，那還看不來想啊。我一個 question 要問啦嚇。咱有幾人聽上講嘢做嘅講嘢咧咪狗嘅目屎嘅過目睭啦嚇，OK？咱講個係咪work 啊未呢？未啦，我啥未啊？你掉 infection 嚟點？你係啦，係過落去嘅時候咪出症嘅。你有個人是看，過落去一 forever 喎，人講 forever 看到。會看到人就會看到啦。哦，唔是講，等我落去又話狗去看。我掉 infection 咧，學下就落學類。OK，我個拍就你四人字啊，你。不對嘛，又買聽你誒，咁想到。我咧冇想到唔驚個。你頂當頭做個廣告做工嘅物件。講個咧好聽啊。講個了嘢。no， 我先問你貴啦。冇，先當佢啦冇講過嘢做工嘅，你使講我哋你佢 company 邊係咪唔見啊？嚇哦是哦。未使講啦。我話啦冇講嘅嘢告訴我嘛。未使講啊。generally 係而家實實啲，KDU 無幾個數。對啊 ，KDU 有啊。啊，聽者我不得捌聽過先。KDU 也會忙啊嘛。KDU 也會忙。KDU 也會忙啊。多字嘅可能過 KDU。哦。Original KDU。original KDU 只隻，特別我唔捌學過喎，但我冇咩記，幾個數我再講樓頂有一間砧板，到樓頂嘅位，只少人去，我甲我一朋友逐擺去下邊洗頭毛，去照伊件洗頭毛嘛。你 whenever 你有地位嗬，走㗎啦，幾看到你走㗎啦已經。你咪看到我聽到我就走咯，去。我咪睇到潮先講。人講是咪 KDU 是咪行路邊啊？我唔知啊，我冇去過 KDU 啦。如果樣邊係行路邊嘅 corridor 嘅，如果後尾逼到點時咧，你行下邊咧冇人咧，你聽到人掃頭髮嘅聲。哦，你我唔係聽過啫。特別即係幾個數嘅，近點下邊冇有。近點下邊冇有，特別，because 伊人講頂到是陽氣嗰啲磅嘅位地，伊後尾個磅咩？伊成是後尾是磅嘅喎。陽是氣嗰啲磅嘅地，我唔知後尾個磅冇磅。特別人講伊下邊是氣嗰啲磅地位。哈，特別呀！我捌去 KDU， 我捌講過一道講，我捌同人講過我一道啥去咧咩 church 咩物件 ，speak in tongues 啥嘢，然後講我倒去啊，呢，你能叫念經啊倒去啊？講我冇講過咩？講過啊！我係卡普嘅，下你人講就是只下邊為只垃圾，所以人講有人接掉，唔知是接掉是鬼，還是接掉 Holy Spirit。Holy Spirit 是係咩？Holy Spirit 是宗教嘅啫，伊是上個鬼嚟本啊，特別伊是好嘅鬼。Holy 嘅鬼。嚇 ，Holy 嘅鬼，對啊 ，actually 叫做 Holy Ghost 啊。哦。是講人講 Holy Ghost 人驚嘛，聽到 Ghost 換伊 branded 佢 rebrand 佢做 Holy Spirit 咯。KDU 我不聽嘅。呀，冇啊，部機落海嘛 iPad 㗎啦。部機咩？部機落海。好似啲咩部機咯？講白嘅路物件嘛，部機都冇。哦。冇我個見嘛。就是講有幾個告訴啊 ？For how do you guys？ 就是講有幾個告訴I have a ghost story。OK， 等陣。哎呦，佢哋人講有幾個告訴，要 join， 特別伊唔知得 join。
反正咪命係人就好啊，成日都命啊，你看不要做條命。我未รู้咩？我咪未大粒頭，但係我係講你咪我記起大粒頭我講。register 者咩嚇？就是你看着，你都冇聽到我講啦，我就係嘅工我對 register 嗰次嚟 fake 嘅工。啊，冇，你大粒頭講啊，我再咧叫我叫佢，你真係一人叫我叫。啊！就睇啦，叫我一隻，咁真係早起就笨笨咁正嘅。跟住我一間我未叫佢，因為我如果有幾個數，一定知 because 是破病事，如果有幾個數同我講。是係呢？但係我唔知咗，按咗嘅叫佢呢？咁樣叫啊？冇都 invite 我嚟。email link 冇咧 show link，特別依度嗰度啲係咧會喎 ，email 就咩 link， 就咩 link。零頭，零代了，零落，零代了，零代要，零代要。等我看下要，零代要等我啫，我不能講成。等我個起大係貴嘛，實際能個起大是。誒，話嗰個起大又貴嘅，得一件。但你冇嘅。我而家小心看鬼戲邊邊啊，借了一你唔知。其實我看一個講冇我看啊。你 imagine 看，你去看鬼戲，伊鬼戲冇下掉，伊鬼戲唔知做。伊下你鬼看你笑。你 imagine 看，伊咁樣做就去看，你 after that 伊本調出就哇，比我仲恐怖。伊本調出。你成諗條路是講還是講對錯？係啊，我驚啊！家己下，伊家己下個叫，鬼下鬼啊！等我看一個來哦，伊新的人來哦。我做物件吹得開，字嚟拖出來。啊，怎樣？3號插青。你是領導搖呀？領導粒不？唔是，你是導粒班。你咩咩啊？領導粒，導粒領。就我這邊聽得真正細聲。啊，當叫你聽到我就細聲。真正細聲了喎，我開家己大聲了。有幾人都俾我聽。早啲教佢啊，即係意思係成日浸過去見啦，係成。你都未記咩？你話都會一啦。我係 hands-free 係啲 office 我未到，慘靚咗好啊。唔要緊啊，唔要緊我聽到。你啊，現在12歲了喎，我真老了。免驚，我聽未到啊！我聽得真細聲了我執佢定期啊！我 check 定期。你阿媽都過啊啦，即係冇，只間冇來掉，我未記。即係定期咗咗，我估掉掉。啊，只間這店冇來，我未記，我錄音時很屌事。誒，咗啦，我看裏邊有 install 到邊係隻 logo 18SX 嗬。好夠佢啊！來咧，講得大你咪。來，有，就是有來啦。是啦，大粒拎已經有驚啦。大粒拎，看到大粒嘅。Saya may puto mai bo kwa te i me. 有啦，我看過啊，到台灣過年嘅時候。我冇看到。冇來嘛，只間冇來。你冇來，你唔使調做工係。我是搬到來，我上面看到路。哦。未搞咩？咩路抄住擺個未喎。唔知。你所以啊，將你 install start 嘅時候，你都會係咪 violence 係咪 vulgarity 都對你都會係咪 parents guidance 係咪鬼嘅咧？都會係㗎啦，當然。Viewer discretion。有啦。PG-18。哈對。我係你
一个，特别我出去个路是咩？咱出去有啦，对，咱差别好食几条加路，咱出去啉到路啊，命下咱去位。咱唔是去啉茶啊，你请我啉something 到底有搞的啊。Deacon Street。哈 Dick。Big，係咪 Dick 啊 ，Deacon Street 啊。Bigger Street 啊。係啦，冇講協到小英，係南邊幾講協小英，係冷啊，係冷啊。冇協到小英咩？上線。冇啦，我驚我係借會得碰啊。係啲碰。你係啲碰企起來我看你碰我冇碰。有碰。喲，青沙都掹掉，不多啦。福建米個青掉，變啲福建米。個個嘅。啊，等下面。邊個老闆？你聽到 ？Sorry，John， 你聽到我聲啊？我聽到你隻病。隻病啊？是啦，我聽到真呀，細聲呀。你用係咪聽？用耳聽，用你嘴聽。你用你耳聽，是用你嘴聽。我 earphone 喺啲 office， 我冇喺度。你用係咪聽？你用你聽，你講電話你聽。你講啦，你講啊，等陣，你講。我講你聽哈。對。OK， 我有一個 story 被 share。before 我較早去做 operation 嘛，你嘛知咯。對。然後我冇睇到。我 before 去一個 Nepal 白山嘅時候，然後我就去一個佢哋咪白雲山邊嘅半山，即係物件咧，我就拄着古早我到 hostel 嘅一個 auntie， 佢講話咯，你咩事？然後我就佢講我係去 Nepal 白山，我攞禮拜佢家對嚟找你食物件，我佢講安尼款咯。然後 after that 我對嚟嘅時，我就I think 攞3禮拜佢後，我就去我 hostel， 然後我就找佢哋另外一個 auntie 啦，然後我就甲伊講叫我講，下一次我喺白雲山萬山拄着一個我叫伊妹子嘅咯。另外一個啦，冇錯啦。對，我甲伊講，我拄着伊，然後伊看我，伊講你拄着伊？我講是啊，如果我去白山，我甲伊講安尼款，然後伊講。你去白山是幾時？因為然後我佢講4月幾咯，4月尾嘅款咯。你講我應該是你去白山第5、6日，伊就歸線了。伊講安尼，然後我講冇可能啊！伊真係伊講嘅，伊就甲我講話，個甲我講，等我白山轉來，甲我去食物件嘛。咧伊講即個事吼，我要甲你講，你莫嚇着。伊講安尼，然後我就問伊，我講安蝦米物件，咧伊就甲我講，伊講that day嘅時咧吼，伊人去坐咩事，然後白白講起這條事，然後伊嘅朋友就是即間貴姓嘅安迪嘅朋友。伊是舊飲料嘅，但I think 唔知幾年前，伊翁 pass away cancer， 然後嘛剩伊一個人咯，然後伊人無囝無蝦米嘅，然後伊是隨厝佇即個紅星島那邊啊，對 ，OK， 伊是隨佇那邊，然後但伊有一個真正真 close 嘅朋友啊，查某啦，常常感染姊妹安尼款啲物件誒，然後伊到這間厝伊有予佢哋感染姊妹一百個鎖匙啊，反正即係 in case 有蝦米事，即個安迪會去投籠伊啊，反正，然後佢真正時就 suddenly 真奇怪物件發生，就是6點幾安尼款 evening 嘅時，伊嘅一個感染姊妹就接到電話，伊就聽咯，伊就了解者。即個安迪就甲伊講，我真正坎坷，我心真痛，唔知影無蝦米喘氣，伊甲伊講安尼。然後伊感染姊妹講，你 OK 哦，你 OK 哦，你袂好勢，你等我，你知哦，你等我，嘛你來你厝找你，伊甲伊講安款。然後伊就講，
伊定定聽到誒，就是伊啲電話點解講，我真係坎坷，我真係坎坷，就是 repeat 安尼款嘅物件。แล้ว伊驚講，因為伊當嘢係咩嘛？如果伊成日是有係咪心臟病或者物件啦，แล้ว伊就緊張哦。I mean 伊感人姊妹，伊就卡咩 call， 啊你感人姊妹家己嘅doctor啦。伊講你卡咩幫我叫 ambulance 去妹子厝下邊，因為增加個妹子有淡薄無好勢，แล้ว伊個doctor就緊張本咯，本卡咩 call ambulance 咯，แล้ว所以一個 auntie 就開摩托車ขี่一間我嘅宿舍嗰隻 auntie，啊一間伊睡嘅厝啊，紅城谷那邊咯，แล้ว伊就開門一ขี่，แล้ว入去厝伊就看伊困好好啲眠床。แล้ว就叫伊講喂，你 OK 哦，你 OK 哦，你但係考我下我介緊張咧，我把你來看你。แล้ว又奇怪，咗伊無應伊，你知哦？แล้ว伊又奇怪，伊講無可能啊，乜個考我呢？乜可能佢緊困起啦？แล้ว伊就叫伊哦，叫，伊感覺唔叫起呢款，แล้ว伊就幫伊把伊嘅拎起了，面成伊無起了，你知哦？แล้ว伊話就錯哦，แล้ว伊就錯啊，伊唔知伊就冚咩開咗得了，佢เอา ambulance 本搞啊咯，แล้ว你車，แล้ว我哋做緊嘅是環那嘛，即環那就個零那，แล้ว伊就落去，แล้ว伊就 check 伊出個，伊就罵伊講，係咪你叫我人嚟？伊貴先啦，你唔使叫白車，你愛叫黑車嘅，แล้ว伊就驚咗，伊講。你免去人講，伊講我朋友淡仔6點幾個考啊，就無試過你看好事來。แล้ว你人個姐伊罵伊就，伊講你咪開玩笑，伊講咪伊笑，伊講伊明明已經死真正久了誒，伊死應該有4、5點鐘入邊了，伊個講乜？แล้ว伊就起哄，伊講無可能，แล้ว伊講伊個考好啊，แล้ว佢哋後面人講你過來看。แล้วอีขออีขวาอีแต่งว่าสิฮะเนี่ยสิอูจะได้อันที่ number รู้จักแบบอะไรคิวหลังสิก็อีกินสิคุยจำจริงกี่แล้วเอง so ฉันก็จะ something จะคิดกวนหันฮะอีสิแล้วว่าหลังสิว่าหลังเจ้าอันนี้อะไรว่าโซเชียลอันที่เนี่ยคิดเจแม่อีหลังสิก็อี靈魂真正靈啦，因為佢就是一歲嘅嘛，咱什麼一本一個人嘅嘛，แล้ว伊成個條啲成個伊死一本好，伊教伊嘅朋友講叫伊朋友來 help 伊教伊做奧數安尼款咯，แล้ว伊嘅朋友真係驚，伊互伊知啦，因為無人知伊死嘛，แล้ว伊互伊好朋友知咯。แล้วบัดอีสิทรูสังอะไรวะแต่งว่าเขาเนี่ยมี嘅可以ใจ一下啦，แล้ว伊就冚咩撞去伊嘅厝看，但 actually 是已經死幾點鐘去了，安尼款咯。แล้ว伊就問下你來嘅 ambulance 人啦，伊講安怎會有安尼事發生，แล้ว人本驚，即係คนน่ะ個個人น่ะ本驚講。我人本比較安怎答你啦，伊人個講話安尼款啲物件咯。แล้ว我聽到有淡薄嚇到啦 ，because before 我去白沙看到伊是真正勇嘅。แล้ว suddenly แล้ว你知講伊過身去是蝦米事哦？伊人是講伊上個心臟病風險發作。是咯。但看伊真係勇嘅，伊無事誒。伊是佇即個白雲山邊暗暝，毋是有食物件誒咩？人家即個對，我知嚇。萬山頭前食物件。萬山嚇，對。嚇，伊是迄個雲吞嘟會打。伊未記卡誒。伊迄邊做誒。แล้วจะ聽到哎呦อันนั้น sad news 咯，อันนี้話喏係冇氣啊咯，係咯。我一個 share 之類咯。我一個當事本，巴魯加過新聞，在拜三時候，
阮是紅險的咯。是咯，我是拄着伊就遐拜二，我是拜四是講說拜三拄拜二拄着伊拜三，就無就再講伊過冇去了。我冇是 last 2 week， 我哋 friend pass away 本。Yeah。一個 friend 嗬，咁我大把一回咯，我哋本大把一回，伊一個是 cancer。伊 fight 解 cancer， 阮有幾年 OK 了誒 ，stable 了誒，無事啊。慢慢再過再倒轉來，了係咯，無去了。了過一間是着迄個啥物dengue啊，嚇，了本無去啊，本是真正風險啊，你款無去了。是咯。你平時有幾個歲啊？唔理想啊，我唔知是幾厝亂啊，是迄個厝嘅 construction 嚟嘅啫，咪我唔知啦。because 我搬入來這間厝嘅時候，我有 check 樓頂樓是無人住你知道？但我樓頂樓特特咧有人成日斷卡刷到頂啊，唔知怪怪款嘅事。你無去國門看有人住嘛？我try 過國門，但係應該是無人嘅，嚇。是笑。Ghostbuster 嘛。Ghostbuster。我笑啦，你當係是 Ghostbuster 嘛？我唔知道，因為伊小亂了，伊真係斷下你塗骹，空啊，然後我就感覺奇怪。就是像迄個人伊鼓勵嘅聲，塗骹。就像個有物件夾漏，然後有時個拖到頂，然後有時個斷骹，然後我就。grandma 大姐安尼款，了個真亂啊！然後我就知道，我就去樓頂，actually 我是要甲講，阿妹咧，你買點唔肯斷，佢人本要休息啊嘛，有時伊2-3點半安尼款呢，就猛爭誒。然後 but 我 the next morning 去看是無人住誒喎，見咗。嚇，我唔知啦，我搬入來這邊一年較加了，本是聽到安尼款嘅聲啦，所以我唔知是。特日啊，特暝本嚟是啊。嚇，特日。我係你大年幾啊？特暝你看你打喊呀？我無理咯，我當作有聽到。但伊有時會真正大聲做嘅，你聽到。Q 東 Q 西 Q 到頂了斷骹啦。成個囡仔佚佗啊，斷啊！有時一做真正大聲你聽，有時是無聲，但有時是聲安尼款咯。但真正奇怪就是這一個 unit 就無人住啊。但係你樓頂啊？然後我樓頂我26樓咯，然後我就 feel 到怪怪，然後無去理伊啦，然後我問迄個 management office 嘅人咧。伊 check 了，伊本甲我講，這個 owner 買了，但無住誒，唔捌搬入來嘅。反正伊甲我講嘅嘛，然後我唔知是叫佇位來嚇我，還是蝦米啦。แล้ว伊就講這個地佢早是幫來嘅。你 management 嘅人講啊？嚇，伊講安尼，แล้ว我無去管伊啦，因為這個。安怎講啊？即個小我大位，這邊actually古早是房本啦，แล้ว伊人去迄個 condo 架了，變咗maybe 是用對人嘅地先。係咪酷嘅？你再講係咪酷啊？我酷啊！死咯！安怎講啊？伊個 condo 係攞嚟名嘅喎。冇你 area，你 neighborhood，你係你成個講是到啲愛淡啊，是到啲。還是到這裡，這裡到背攞幾半要制喎。頂到呀 ，50 spot 邊啊？我唔知我把 traffic light 到背攞幾半 traffic light。哦，白雲山誒。50 spot。唔是馬skin。馬skin。哦，白雲山啦，哎呀，白雲山，哦，白雲山嘅這幫。Q view 下邊嘅嚇。
แล้วหาอีสิกับว่าก้องมันได้ก็จะเลยเตะสิกูจ้าอุบองหัวมีโง่แล้วอีรังเกียอะไรขี่ชัวมีกันแล้วล่ะอีกับว่าก้อง ก็奇怪เวลาเป็นไอ้ตัวจะเจ๋งวีก็ติดต่อมาสิบอกไว้แล้วต่อที่ได้สิคิชู是咯，那 I think 是因为哈嘛，是因为我唔知啦，伊讲嘅呢，แล้ว我冇管伊啦，我看伊了，我冇理伊啊。出嚟，人都 solve 到，係冚數落定嘅諗出嚟位就是迄個貓 skin 嗰邊食物件位曉。食物件位那邊去真係一คอนโด嘛，嚇，其中一類。外國。貓 skin 啊，對阿苗妹啊。我 Fetish Park 嘅 market 嗰邊去甲接入邊貓 skin 嗰邊。對，那邊那邊嘅位。先至經啱嘅啊，啱嘅阿妹邊。外國住多邊嘅嚇，外國住多啲啱嘅對面。基本啲邊叫做咩啊？依邊 condo 叫做冇名字啊。哈邊真係正，馬路真係正。我見ขี้จะเจ๋อะแล้วอูโกช็อปเฮาส์ร้านเนี่ยที่บุตรที่จะต่อลายดินอะไรอะไรแค่แค่ช่วยอุตเลยเสียเลยอีจะเจ๋ช็อปเฮาส์อะไรเงี้ย我唔捌去過迄邊啊，頂到我一場誒小弟大邊嘅，所以我捌去真正是我唔使去後尾，特別你是頂到老厝頭卡厝嘅可能。伊唔是去看到，當然去看到在山都未看到，頂到接山嘛，袂。馬路邊嗰隻張機去啦那邊。我是嚟講，但我一直講佢哋啊，佢哋老。เลยอันที่สี่สิฮะแล้วก็อีต่อเลยมาสกีเป็นแบบวันทามีเจ้าวันทามี我不夠一馬講我馬八意嘛係วันทามีจะ好似係我唔是 because like ว่าอุตเลยคือฉันรู้ต่อให้เป็นวันทามีแต่ว่าอีสิเลยเลยมาสกินที่เป็นbefore แล้วก็เลยก็มามาที่เป็นอุจิไปก็你擺到張卡嘅你講咗佢意思就是반山嘅夜晚山嘅 OK 阿妹嚇我嗰陣時未在機嘅你諗下這裡聽講咩哎呦是咩起啊這裡聽講到後邊那是了嘛嘛是OK 阿妹甲有誒阿妹特別我會記伊雲吞麵哎呦我特別我知啦你講嘅那是了嘛我知我捌伊誒咩啊我唔知咩名，我直頭叫佢頭家嫂呢。我本是新家嘅，係你咱間 hotel 嘅時，我看到伊看到我，伊講對咯。伊講你本是聽邊啲好勁啦？我講你本是聽邊啲好勁？咩去啊？我唔知咩名，我叫佢頭家嫂呢啦。伊本真好食嘅。即係頂到阿篤嘅時就白咧一白篤啊嘛，呀咩咩去我未記咩咩嘢。伊嘅本真好食。伊只好嘅我 OK， 我只是個食喺你篤麵嘅，一啖篤麵嘅雞卡嘛。即係伊是罐雞卡咧，是往特別去叫篤麵一個叫伊雞殼你擺入鋪。然後去食是喺啲聽眾那時邊那是啦媽有看到幫我啲，伊度啲卡只隻菜頭往食誒。伊個菜真係正真胖誒，真好料誒。原來咱家咧會白伊嘅。你還有which part 有哪裡幫在不？你講咩？是咧，就是OK，你到底Fetish Park 嗰邊嘅Fetish Law 嗰邊嘅 traffic light 是唔是？嚇，對 traffic light 你直接就是有迄個貓 skin 嘅 junction 加highway 哈利亞嘅 junction 嘛，是唔是？Jalan Halia。迄個 junction，然後你直kasi 你 jeep 迄個 highway 哈利亞嘅路，或你貓 skin 嘅路。都去掉了。
就是轉下你 traffic light，你直接見嘅咯，而家那邊咯。My God，攞咧。哦，OK OK，係你 before 係你 Lebo Skin 係咩嚇？嚇。Lebo 下你啊？嚇啦嚇，對，Lebo 下你啊，而家。哦，係你幫快線呢？伊無濟，伊是 just 啲 right hand side 係一半嘅款呢。嚇。because 我想講 the Mount Eskin 嘅 main road 係幫。哦，唔是下邊嘅，我是加起淡薄嘅。但係可能，我唔知我無理伊他嘅樓頂嘅聲，neighbor 咯，當做伊是 neighbor。係啦，我無可能去趕伊走還是係咪啊？我唔無去理伊啦，but I think 是下嘅物件啦，因為我去拜拜跳簽媽咪嘅時候。簽是有寫講有物件啦，就咁有垃圾物件款咯。แล้ว會做嘅是敢若係紅功夫或者係物件。我頂次計煩惱我睇到咯 surgery 是。baru OK 啦，baru gain weight 咯。冇啊，真3個，個肥成8個。哎呀，我個冇。個 jealous 小姐。你咪 jealous 就是冇 healthy 嘅身啊，身價我是冇 healthy 背咯。誒，誇仔呢邊，誇仔。嚇，唔係我把呢邊有塵啊！你邊有咗你唔襯？我唔是，我俾誇這店入邊。哦。開得落開你開面啊！這店嗱，邊個在邊咁旁？有都是歪啦，都是擼嘅對啦。佢做呢邊個，佢做呢邊個。我看呢邊啫。唔係。誒，了，OK，但小打就是咁樣講，但係就是講，但係個講未講咧，俾走去困了。了 ，OK，俾小打冇人講，了個咪抱歉哦，就人。感謝你起來跟我講咧，這裡妹子會告訴。哦，唔知我本是等下甲看到我哋拎我想到死我袂記起，แล้วก็ของนั้น袂記按照 log in 去，話我老母啊。你好都問袂記咗你咩人嘅？我未รู้เนี่ย我就是等下看咩 text 伊我講我要按照起來 join 路啦，我袂記起了。你去聽到呢隻 show 時，你冇聽到我未รู้。if I join before the show look even though 頭一個 show 行，你會使開始走 register and then second show you will get the link。哦 ，next show。OK。教。is that？我 last week 本是啲 office 聽到等於古早201啊，另外2009嘅 show。我冇試做，然後聽到人講但又冇嗌嘅。蘑菇講你咪隻貓驚係嚇？你有隻貓驚係？我唔知啊，伊學我明明學我貓驚咩？我想你講你頂到乜都就你特啲你 hotel 嚟時，你唔是講098啊？就咪08。是啊，安怎咩啊？零大了嗬，零大了嚇，零大了。話得啦。係啦，我講我買零大了。我唔是，即係你硬咩？冇啦，我 boyfriend。哦。一輪講人嘅名，唔是。對。嚟啊！我俾話名，等我笑這裡是水名，佢甲你講。都嚟冇我，屌了。你這裡名人嘅你這樣。未擺啦，你刪咗你0個8啊？哇！解笑咗。隔了變 XS 去了。哦，零叫呀，零蚊叫佢。係，隔了叫隔了而家唔使叫而咗咯啫。試過變冇自顧佢啊，同佢。
我想到，变荷包蛋。ai con wa share tòa lo Facebook với con bảo hari ali Michigan này ali story con không thể lần khoa cái là Facebook rồi ali Michigan này chỉ là couple tòa ali extended chủ ấy bố bố khoan thế bảo nó con ý thì con about ý chỉ là ý mà này chỉ tòa main này thì chủ là lúc trước anh muốn làm chủ là sometimes ya u ali mother in law ali mother-in-law apartment mother-in-law apartment extend nè就俾嘅搭住佢一間厝開冇掉啦，有陣時。會無條條，所以伊個嘛是伊翁個嘛啦，是大迄個中部嘅厝咯 ，the main 嘅厝咯。所以伊個囝甲伊個新婦甲伊個孫大嗰間厝咯。所以伊個新婦咧是無做工嘅，伊個翁做工嘅啦，所以伊個新婦甲伊囝甲伊孫特別顧伊，較其實咧，甚至伊當伊咧。伊聽到人嘈就人咩，即係錄緊嘅啫。咁甚至講嘢時啊，甚至是聽到唔知上個人拍啲啊砰砰砰咁就大聲，所以就奇怪咯。那伊個伊有當時伊是看伊個囝嘅迄個 nursery 嘅 camera 咯，many camera 啊 ，many camera 伊看到迄個影咋，嗱咁行過嘅咋。所以 after that day 是咧，伊個囝個迄個盒裡吼，有一個像烏青哈，放喺家裡，你去看啊，我 Facebook share，我伊 show 啊，你看伊 video 啊，咱邊咧好勁 group 邊咧好勁 Facebook group，伊個囝伊 show 伊個囝小英文啊，伊寫伊個盒裡啊，有三個手印嘅，烏青，像 purple color 哈呢，so and then after that 伊就。佢但係我嗰啲嘛講咧，古早咱買一間厝是咧，伊厝都是11年前嘅厝啦，古早有人大過啦，所以個古早伊買一間厝是咧，伊個頭一間伊咧美嘅厝咧，古早咧是一個老人大嘅，然後伊個迄個mother-in-law suite咧是伊個迄個老人嘅 uncle 大，迄個小弟大嘅，然後伊個迄個美呢厝咧，老人咧是掘倒了，安尼上了死字啦，死是死在厝啦。伊講我有呢聽到一邊我想我嘅mother-in-law suite有厝 ，actually 咧伊迄個無 ，sorry， 我想講咧我美呢厝有厝呢，伊講，安尼 actually 咧伊嘅mother-in-law suite有厝嘅，因為伊嘅迄個mother-in-law suite是古早互伊小弟大，伊嘅小弟是有 schizophrenia 自殺死嘅。你讓 success 是講佢個 schizophrenia 嘅小弟看佢mother-in-law suite上，所以伊就 violent 啊，比較 violent 啊。在 Michigan 嘅，你去看下你，看下佢。我唔敢看你物件。我要吹掉，我要吹 group， 我吹唔掉。咱邊咧好勁 group， 我吹唔掉。阿邊，我仲唔敢看。因為伊mother-in-law suite 吼，伊攝嘅 video 時吼，伊囡仔吼。寫起來就從迄個 pride 迄個 big 迄個什麼迄個刻意的，囡仔寫起來啊，寫起來看，來，睇到有人囡仔看者咋。group 到底在哪？按照隨便邊咧好勁 group 嘅，到底 Facebook。都是邊咧好勁 Facebook 嘅，我吹唔掉，伊個 Facebook group， groups 我吹掉下嗰啲 groups。好的，然後 group scroll 落來差唔多有700個。然後我去咧。我了解幾年嘅。那我 share 看，這是 Safari。Under what？ Safari。但是我係嗰個我 Skype share 好咯。อันนี้我應該看到，這 Safari with me，啷看到最後期嚇，啷看到，這到底。underpeoples.com。哦。對啊 ，very scary video 就可以冇嘢。唔是。落嚟。依啲幾點檔？加落，差唔多
4-5年都嚟。哦。under one 12。幾號？再啷聽到？呼，就啷聽到？啷聽？哦，冇注意。都嚟個。這啊 ，Michigan couple 啊。啊，對。對，你都開始起啊，你看這一個 video。啷快掉我係對啊，對。這啊。誒，真係看唔到呀！你跳會看到。這啊，我 play 這啊。我看看呀。咱會講你講我沒有起來錄聲，我都冇想多聲。唔知咯 ，test 看。我叫你抄起人去。真冇嚇。哦，哎呀，伊學車。還沒有看見是一怕人。伊成個人逼伊條伊來邊的過呢。個呢個三年了，三幾隻呢我睇同阿總講嘅。伊三幾隻呢 demonic 啊。Mocking of 咩？講 Mocking of Trinity 啊？Mocking。唔知啊，唔係邊 Mocking 咩啊？嗱，你看到伊徛起來係呢？伊看到未？伊講噃，伊嘅 nanny camera 攝咗垃圾物件，所以佢見見。即係鋪櫃，哦。而家騎起來，你入鋪櫃，但係佢做住翻回翻。嗱，佢哋鋪櫃。伊見sense 啊。嚇！我看到伊見騎起來看，after 伊鋪櫃時，嚇伊個邊個去看？哇，怪邊個啫？就樣啊！nó sẽ một cú ở bằng sai rồi. Một cú lại à? Nó sẽ bằng sai mà. À lại à? Ai lại con in một cú chập bá là bằng. Yêu thì ai? Yêu thì ai? Nó đi một cú lại. In nhà linh siêu lo. Oh. Nasi lemak si mèo kia. Oh. Hey, cô Linh siêu lo. Em một cú mẹ hả luôn một cú. Oh my. Oh mẹ hả luôn à, làm phá siêu lo. 我買狂放曬啦，他們考驗。我想去買蘑菇，等下快啲蘑菇Junior啊！豬豬，伊名伊點只隻名唔知叫咩本嚟啊冇名，唔知咩 Janice 唔是 Jan。咩名出來都講咗啦。阿 John 我咩名加工？蘑菇都咩啦？加工有人名，加工有人嘅咩？啦，你要加工啊？英國誒，係啦，英國未記啊，加工，英國加工出街啊，我已經播出去。我都想看。冇名啊，你林小龍啊？你冇我名？你係林小龍啊？那一是林小龍嚟，是林小龍嚟。是小龍。想看係咪啊？同你講話係。冇啦，你。啊，我知啦。我名 burger 是阿莫壞 burger 冇人有我名 burger 阿莫壞 burger 是阿莫壞我名漢堡包漢堡包是等人落地啦阿莫落地啦咩啦領小龍啦喲唔係啊 OK 咁啊正式嚇你快咧你快啦我到底嚟少聽領小龍講嘅告訴我我想到了啦，無人名鬼打冧個嘛係哦，鬼打冧有了，有啦，嚇，這是打波嘅嗬，我比白，我比白，有去打嘛，我比白啊，我比白啊，我就比啦，咪是我比白咯，咩啦，領小龍，我比白冇我咪聽過我比白喎。我 B 餅是伊 already 做咗咧叫我 B 餅嘛？我舊咪名拎小龍，咩叫我 B 餅 ？OK，咁啊正式嘅咧，特別嘉賓咧介紹劇，攞到俾當佢超話一齊打玩下。
我哋大白嘅邊咧，就是咁啊，咪講了零小狼咯，แล้วก็พุทธไม้咁啦，ไม่ใส่กองตัวลับเท้า489地都毛菇這店超情，夠撞啊！我唔知時候撞，我走去嘅。多莫哥，大毛哥，大毛哥都冇出隻聲，線嘅。而家要幾個數講咋？OK 啊，講個正式，下禮拜咧，咁嚟再見佢嚟到底係邊一學嘅小聽，把你告訴，呀，撞佢見到小龍聽到啊？有。我知啊。OK。早啲問你想知咩解喎？ OK，下禮拜係咯，唔再見，信啲話就係拜拜。節目。